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4月22号，咱对利未记第16章读到第20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6章，亚伦两个囝因为无照规矩倚近上主死去。后来上主命令摩西讲，得甲你的兄哥亚伦讲，毋通伫规定的时间以外入去圣所的场里内，到约柜顶面施温座的头前。这免是，因为我要伫施温座顶面的云中显现。亚伦要入圣所，就照安尼做，带一只牛公仔做赎罪祭，一只绵羊公做烧化祭。伊着洗身躯，然后穿祭司穿的礼服，就是幼麻布的内袍甲裤，下幼麻布的带幼麻布的礼帽。亚伦就对以色列会众的中间取两只山羊公做赎罪祭，一只绵羊公做烧化祭。伊就为家己甲伊的家族献一只羊公做赎罪祭，佮将迄两只山羊公牵来会幕门口，上主的面前。亚伦就为着迄两只山羊公抽签，一支签写归予上主，另外一支写归予亚撒谢勒。亚伦就将迄支抽着归予上主的山羊公献做赎罪祭，迄支抽着归予亚撒谢勒的山羊公，就活活牵来上主的面前，用来赎罪，甲伊放去旷野，归予亚撒谢勒。亚伦就将迄只为着家己甲伊的家族献做赎罪祭的羊公仔牵来抬，佮着对上主面前的祭坛摕添满得倒的火炭的香炉，带一盆研甲幼幼的香料入去圣所的场里内，然后伫上主的面前烧香料，互彭恩举约柜顶的施温座，才免伊看到来死。伊就摕一寡牛公仔的血，用指头混血嗅施温座的东边，佮对施温座的正边嗅7遍。亚伦佮杀迄只为着人民做赎罪祭的山羊公，带伊的血入去场里内，将血嗅伫施温座的顶面甲头前，甲嗅牛公的血同款。佮着因为以色列人的无清气甲背叛，就是因所有的罪，甲圣所洁净，嘛着照安尼甲会幕洁净，因为会幕有互因的无清气抹掉。亚伦入去圣所赎罪，还未出来以前，会幕内毋通有人，伊着伫圣所内面为着家己、伊的家族以及以色列全会众赎罪，然后伊出来上主面前的祭坛遐，甲祭坛洁净。伊就摕一寡牛公仔甲山羊公的血，抹伫祭坛顶迄4支翘起来角，佮着用指头混血，对祭坛嗅7遍，甲伊洁净，脱离以色列人的无清气，佮甲伊分别做圣。亚伦为着圣所会幕祭坛行洁净了后，就牵迄只活的山羊公来。亚伦就双手画伫羊的头壳顶，承认以色列人所有的罪孽甲背叛，互因所犯的罪拢归伫迄只羊的头壳，然后派人甲伊送去旷野。迄只山羊公要带以色列人所有的罪去到无人住的所在，迄只羊就放伫旷野。
后来阿伦就入会幕，将伊入会幕的时所穿幼麻布的礼服脱起来，留伫遐。搁着伫会幕的埕洗身躯，穿伊家己的衫出来，向伊甲人民的小化者，为着家己甲人民赎罪。赎罪祭的油就伫祭坛顶烧，迄个放山羊杠归互阿撒谢勒的人，就洗伊的衫、洗身躯，才通入营内。做赎罪祭的山杠、牛杠甲山羊杠，因的火带入至圣所赎罪了后，就甲因搬出去营外，将皮、肉甲粪用火烧掉。烧这的物的人就洗伊的衫、洗身躯，才通入营内。每年的7月7日，恁着禁食刻苦，无论是在地人，也是寄居伫恁中间的外族人，任何的工作拢毋通做。这要做恁永远的规例。伫即日要甲恁赎罪，恁要伫上主的面前得到清气，所有的罪拢得到洁净。即日恁着甲伊看做完全休困的安息日，着禁食刻苦，这要做恁永远的规例。迄个受抹油昔日煞接伊的老爸做大祭司的，着穿幼麻布性的礼服，执行赎罪祭。伊着为着至圣所、会幕甲祭坛行洁净礼，佮为着祭司甲全体会众赎罪，这着做恁永远的规例。因为以色列人所有的罪，一年一遍，要得到洁净。阿伦就照上主命令摩西的去做。第17章，上主吩咐摩西讲：你着对阿伦甲伊的囝，以及以色列众人宣布上主命令的条例。所有以色列家的人，无论伫营内营外，杀牛犅、绵羊还是山羊，若无先牵来会幕门口，伫上主会幕的头前献予上主做礼物，杀精生的罪要归伫迄个人，因为伊有流因的血。迄个人就对人民中间结出，因为以色列人捌伫野外杀精生献祭，打着将精生带来会幕门口，交予祭司献予上主做平安祭。祭司就将血秀伫会幕门口上主的祭坛，将油烧做香香的祭献予上主。以色列人毋通搁献祭予因惊邪人敬拜的山羊、龟毛，这要做恁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。你着甲因吩咐，所有以色列家的人，也是寄居伫因中间的外族人，献烧化祭也是祭物，若无带来会幕门口献予上主，迄个人着对人民的中间结出。上主讲，所有属以色列家的人，也是寄居伫恁中间的外族人，若食火，我要对迄个人变面，甲伊对人民中间结出。动物有火才有性命，我将火予恁，是要用这个火伫祭坛顶为恁的性命赎罪，因为火是性命，会当赎罪。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讲，恁拢袂用得食火，寄居伫恁中间的外族人嘛袂用得食火。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也是寄居伫恁中间的外族人，若拍蜡得到会食得的肥鸟甲走兽，就甲伊放火，用土甲火盖起来。所有的动物，火是伊的性命。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讲，无论什么动物的火，恁拢袂得食，因为动物有火
才有性命，食花的人一定得受结出。老人食自然死，也是互野兽拆离的动物，无论是在地人，也是外族人，拢是无清气。着洗伊的衫，洗身躯到日落才清气。毋过，伊若无洗衫，无洗身躯，着对家己会做负责任。第18章，上主命令摩西，着对以色列人宣布：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恁捌住伫埃及，遐人的行为，恁毋通学。我要带恁进入迦南地，遐人的行为，恁毋通做，嘛毋通对因的风俗，恁着切实遵行我的命令甲规例。我是上主恁的上帝，恁着遵守我的规例甲命令。人若遵守这个，就会得到活命。我是上主，恁拢毋通甲近亲有性关系。我是上主，毋通甲老母有性关系，来凌辱你的老爸。伊是你的老母，毋通露现伊的下体，毋通甲你的老爸其他的某有性关系，来凌辱你的老爸。毋通甲你的姊妹有性关系，无论是公爸的，还是公母的，伫厝内也是外面生的，拢毋通露现因的下体。毋通甲你的查某孙，无论是内孙还是外孙有性关系，因为因的下体是你家己的下体。毋通甲公爸无公母的姊妹有性关系，毋通甲你阿姑有性关系，伊是你的老爸的骨肉至亲。毋通甲你阿姨有性关系，伊是你的老母的骨肉至亲。毋通甲你的阿姆阿婶有性关系，毋通甲你的新妇有性关系，毋通甲你的兄嫂弟妇有性关系。甲你有性关系的查某人，你毋通阁甲伊的查某囝有性关系，嘛毋通娶迄个查某人的查某孙做某，因是你的骨肉至亲。这是乱伦更小的事，某要活的，毋通娶伊的姊妹来做伊的对头。附近人经其中无清气的时，毋通甲伊有性关系，毋通甲别人的某有性关系来拍拉三家己，毋通献你的囝、查某囝互摩洛，毋通亵渎你的上帝的名。我是上主。毋通甲查甫人有性关系，亲像甲附近人共款。这是真通厌恶的代志。毋通甲任何精神交合来拍拉三家己。附近人嘛毋通甲精神交合，这是违反自然的代志。恁毋通做以上禁止的事来拍拉三家己，因为我特别伫恁面前赶出去的外族人，有做这的事来拍拉三家己，因安尼做嘛污染土地，所以我刑罚土地，互土地将遐的子民拖出去。所以恁着遵守我的规例甲命令。这个通厌恶的事，无论是在地人，还是寄居伫恁中间的外族人，拢毋通做。伫恁以前，这个土地的子民有做这个通厌恶的事，对煞受污染。恁毋通污染迄个土地，才免对将恁拖出去，亲像将恁以前的子民拖出去共款。若有人做以上禁止的事，迄个人就对人民的中间结出。
恁着遵守我的命令，遮免恁对以前的子民通厌恶的风俗，煞拍拉三家己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第19章，上主搁命令摩西，着对以色列全体会众宣布：恁着分别做圣，因为我上主，恁的上帝是圣。恁逐个人拢着敬重恁的老母、恁的老爸。恁着守我的安息日，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恁毋通去杀我去拜偶像，嘛毋通为着家己自造神像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恁台精生献做平安祭，互上主的时，着照规例献祭物，通互上主接纳。祭物着伫奉献迄日，也是隔日食。到第3日，若还有剩，就用火烧掉。留到第3日的祭物是无清气，老人食伊的奉献就袂得着接纳。这人拢着对家己的罪负责任，因为伊涉盗献互上主分别做成的物，迄个人着对人民的中间结出。恁修成五谷，园边的毋通挂了了，落落来的嘛毋通捡。修成葡萄，毋通慢了了，落落来的嘛毋通捡。着留互善食人甲出外人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毋通偷摕，毋通诈欺，毋通讲白贼，毋通奉我的名咒假诅来亵渎你的上帝的名。我是上主。毋通欺压你的同胞，毋通抢夺因的物，毋通互工人的钱留到过暝，毋通做骂耳孔无听见的人，毋通下物件伫失明的人的头前害伊绊倒。着敬畏你的上帝，我是上主。恁审判毋通无公道，毋通偏袒善食人，嘛毋通看有权势的人的面色。着照公道审判你的同胞，毋通四界造谣中伤人，毋通做伪证害死人。我是上主。毋通心内怨恨厝边，着先困指责伊的错误，才免着为你的罪负责任。毋通甲你的同胞报复，嘛毋通扣分，着疼厝边亲像疼家己。我是上主。着遵守我的规例，毋通互无共类的精生交配，毋通将两款种子压伫共一捆园，毋通穿两块布料一个衫。女婢还未受赎着得到自由，毋过已经订婚，老人甲伊私通，两个人着受刑罚。毋过毋通甲因处死，因为迄个女婢还未得到自由。迄个查某人着献赔罪祭，牵一只绵羊羔来会幕门口做赔罪祭，献互上主。这时着用赔罪祭的牛羔伫上主面前甲伊赎罪，迄个人的犯的罪就得到赦免。恁进入迦南地了后，栽种特种果子树，3年内着看遐个果子做无清气，袂用得食。第4年所结的果子，拢着分别做圣，表示对上主的感谢。到第5年，恁通食遐个果子，互树通结较侪果子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毋通食含火的物，毋通惊法术，毋通卜卦。边边的门毋通铁，
喙手嘛毋通收，毋通为死人挂上家己的身躯，身躯嘛毋通刺字，我是上主。毋通侮辱你的查某囝，互伊做寺庙的娼妓，则免恁去拜别个神明，互即个地充满淫乱。恁着守我的安息日，敬重我的圣所，我是上主。毋通去找牵梦的，嘛毋通去问当机倒头来拍拉三家己，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伫老大人的面前，着徛起来，嘛着尊敬因，搁着敬畏你的上帝，我是上主。毋通欺负寄居伫恁的地的外族人，着对待因亲像对待恁以色列同胞，疼因亲像疼家己，因为恁嘛捌做外族人寄居伫埃及地，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毋通用无公道的切斗亲仔骗人，利用公道的亲仔帮仔甲斗，我是带恁出埃及的上帝，恁的上帝。恁着切实遵行我的规例甲命令，我是上主。第20章，上主搁命令摩西，着对以色列人宣布：无论是以色列人，还是寄居伫恁中间的外族人，若有人将家己的囝、查某囝献互摩洛，一定着甲伊处死。迄所在人着用石头甲伊钉死。我嘛要对迄个人变面，甲伊对人民的中间隔出，因为伊将囝、查某囝献互摩洛。拍拉三我的圣所，亵渎我的圣名。迄所在的人若看到迄个人献囝、查某囝互摩洛，毋过也毋知，无献互伊处死。我要对迄个人甲伊的家族变面，将伊甲缀伊去拜摩洛行邪淫的人，拢对人民的中间隔出。若有人去找牵梦的，也是当机倒头，对因去拜偶像行邪淫，我要对迄个人变面，甲伊对人民的中间隔出。所以恁着分别做圣，正做圣洁，因为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恁着切实遵行我的规例，我是甲恁分别做圣的上主。若有人咒诅父母，一定着甲伊处死，伊着对家己的罪负责任。若有人甲别人的某私通，一定着甲因两个人处死。甲老爸的某私通，就是侮辱家己的老爸，一定着甲迄两个人处死。因着对家己的罪负责任。若有人甲新妇私通，一定着甲因处死。因做乱伦的代志，着对家己的罪负责任。若有查甫人甲查甫人有性关系，亲像甲附近人同款，做通染污的事，一定着甲因处死。因着对家己的罪负责任。若有人娶某，搁娶伊的丈母，这是乱伦见效的事。这三个人着甲因烧死，则免恁中间有即款乱伦见效的事。若有人甲精生交合，一定着甲伊处死，嘛着甲迄两只精生杀死。若有附近人甲精生交合，一定着甲伊甲迄只精生处死，因着对家己的罪负责任。人若娶家己的姊妹，无论共爸的还是共母的，这是见效的代志，着将因对人民的中间隔出。伊甲家己的姊妹有乱伦的关系，着对家己的罪负责任。若有人
甲经其中的负阴人有性关系，就将因对人民的中间隔出，因为因违反洁净的条例，毋通甲阿姨也是阿姑有性关系，这是侮辱骨肉至亲，因着对家己的罪负责任。老人甲伊阿婶也是阿姆有性关系，就是侮辱伊的阿叔也是阿伯，因着对家己的罪负责任。一世人无好事，老人娶家己兄弟的某，这是侮辱伊的兄弟，是通厌恶的事，因一定无后事。恁着切实遵行我所有的规例甲命令，才免我带恁入去徛起的地，互恁吐出来。我伫恁的面前赶出去的人民，恁毋通学因的风俗，因为因有做这的事，所以我厌恶因。我捌甲恁讲，我要将即块老年甲密的地赐互恁，互恁先接做产业。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，对万族的中间，甲恁分别出来，所以恁着分别清气甲无清气的走兽甲鸟类。我定做无清气的，无论是走兽、鸟类，也是伫涂骹伫爬的动物，恁毋通因为因互家己诚做通厌恶的。恁着归属我诚做圣，因为我上主是圣，有将恁对万族的中间分别出来，做我的子民。开蒙的也是当机倒头，无论是男是女，一定着甲因处死，用石头甲因钉死，因着对家己的罪负责任。咱今日所读的圣经节，伫利未记第16章到第20章。